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6月12日，那一天，上主与你同在。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得记2章4到7节，祷告的金句记载在2章4节。不久，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上主赐福给你。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口中说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赐福给你呢？这不只是一个问候语，就像假爸呗，你好，平安，是口头禅吗？还是在生活中从哪里可以感受到这2句话的真实性呢？我们有过这样的疑问：我是谁呢？我们想过，假如我的存在是一个偶然，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世上？我活着是为什么？我的一生难道重复每一天都一样吗？我是不是还有可能什么样的不一样？为什么我总觉得需要真爱？为什么真爱是这么难遇到呢？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星辰、流星呢？这首歌，如果我们先来听，我们一起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让我们感受到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领受。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如果我的存在只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如果我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呢？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巧合的开始。2章4节记载说，不久，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上主赐福给你。波阿斯问领班：那是谁家的女孩呢？他回答：她就是跟拿美从摩押回来的那个外国女子。她要求我让她跟工人后面捡麦穗。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现在刚停下来，在凉亭下休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美丽的图画吗？是，这个波阿斯是在我们昨天已经介绍过，是一个大地主，而也是路德他婆婆家的亲属。他们今天在这里相遇吗？
还是波阿斯他看见拿俄米的媳妇，这个外国的女子，她终于看到了，因为从这个话语里面就知道她应该已经听说了拿俄米这个从摩押回来的外国女子。而我们看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这其实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是上帝的手呢？当这样的场遇遇见时，如果没有波阿斯他从伯利恒回来，他也是一个和善和蔼，是跟工人问安祝福的，他关心他在场上的每一位，那么就没有接下来美好的事情。我们知道在这最差的情况下，命运的改变的关键其实是在神的介入。在世人不懂的人会觉得这就是恰巧嘛，这就是巧合嘛。亲爱的大家，再怎么巧合，若是没有神的手，不会有接下来这些美好事情的发生。我们愿意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吗？我们愿意有上帝的介入让我们借着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我们回想一下，那一天若没有谁人事物，我今天就无法活得好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的恩赐福于我们，而他是乐意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主动介入，要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总想我们人生就这样吗？我们总想我们渴望那永恒跟被爱是奢求吗？我们一辈子就要这样吗？谢谢你让我们有了一个盼望，因为你主动介入在我们生命中的巧合，特别是那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改变，跟你相遇的时刻。主，我们恳求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或许我们会多想，或许我们不明白，或许我们会疑惑，我们或许会呆住，或许我们不敢往前走。但主，你的爱保护我们，你的爱激励我们，你用你的真爱使我们真知道有人爱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在乎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让您今天一天都能够活在爱中，被爱也爱人，有美好的一天。我们这样子来相约哦，明天见，拜拜。